已經辦5年的高雄市青少年創意機器人比賽，今年攏總有226隊來參加。比賽分做高中、國中、國小3個組，包含着設計、組合、寫程式、控制機器人，全部攏是囡仔家己想、家己做的。主辦單位就講，這 AI 機器人已經是世界科技發展的趨勢，參加比賽人數一年比一年閣較濟，水準也愈來愈懸。機器人連咪進前，連咪退後，角度調整好勢了後，就甲比賽任務規定的差角按照色水入去對鏡的所在放。高雄市青少年創意機器人比賽因為風台延期，分做25、282天來辦。主辦單位表示，發展 AI 機器人已經是世界趨勢。除了世界賽項目以外，今年比賽嘛頭改增加機器人的比賽，加考驗囡仔跨領域的能力。參賽隊伍嘛比舊年增加60多隊，到時會對226隊內底選出5隊參加全國賽，期待有機會代表台灣參加世界賽。分國小、國中、高中3個年齡層，每一個年齡層呢，各有分做3個種類啦吼。常說是咱若比賽了，就成績較好的，代表咱高雄市參加全國的比賽。孩子們的專注力，還有他們對問題解決、開發、創意思考能力是有明顯具體增加的。機器人比賽考驗的唔那是動手做爾，還有解決問題的能力。今年得到高中組冠軍的學生講，因攏是對幼兒園、國小開始學，3年前嘛捌去參加世界賽，摕到第6名。豐富的比賽經驗，那會因得到真濟對課業甚至未來就業攏將有幫助的能力，也看到國內外選手的無同。國外他們的團隊概念很好，就是他們可能很多個隊伍，他們是同一個國家，但他們不同隊，他們也要互相競爭，但是他們會就聚在一起。我們台灣是以半導體出名，所以我覺得技術方面，我覺得我們台灣比較好。可是我覺得他們練習的量感覺比較大，因為我們台灣還是偏向升學導向。高雄市各中各小的機器人課程攏是用社團的方式來辦，高中有開機器人課程的學校也是少數，大部分的囡仔攏是家己去找補習班學。主辦單位講，這幾年比賽人數攏有增加，不過有的囡仔雖然有興趣，在咧欠缺資源的情形下，也難免互機器人的推索遇到困難。記者柯家高雄採訪報道。